嚟啦嚟啦，大日子嚟到啦！我知，係本學年最後一次萬能抄數據市集舉行嘅大日子。咁你哋知唔知市集最重要係咩？當然係萬能抄啊！好多嘢我都想買，但係好多人喎。我有依個。萬科自學 Level Up 獲同張同學將成為數據市集 VIP， 得到專屬服務，無需排隊。如果同時完成數學同人文學科學習領域嘅同學，都會有折扣優惠㗎。記得帶埋你本小冊子嚟市集啦！今次市集包括全新嘅文具同桌遊，填好購物表，帶齊你嘅萬能抄。5月28號星期四到時見啦！